但是，直到我在11年前遇到了校长爸爸，我的世界霎时间变得广大而又温馨。他不但给了我久违的父爱，还往我心中植入一个个梦想的种子。因为有了他，我开始抬头看天空；因为有了他，我开始勇敢地追逐那些从前认为触不可及的梦想。因为有了他，我的生活充满了爱和快乐。我想真心地对他说一句：校长爸爸，谢谢那一天我遇见了你。掌声有请被感谢人土登尼玛。